新敏寺哎。哎 ，take picture，这一定要拍张照。好，快点快点！凯特王妃的婚礼就在这里哦，要这样跟他一样。想当凯特王妃对不对？哈哈。哦，哎，也帮我拍一张。你迪嘛，不止凯特王妃，连那个什么牛顿啊、达尔文跟霍金，他们都站在这边呢。也在这，我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赶快来！哎，这样感觉拍高一点，蹲下来。照哎，站高一点哦。嗯。哎，我看，你们把我拍高一点啊。大概有190吧。走。啊，好可惜哦，大笨钟都规张都包起来，那个都看不到啊。对呀。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开放？对，因为它花很长的时间，要到2022年才正式开放。哦嘿哦。对。哎，不过我觉得还不错哎。对呀。希拉手真的是超噶。对。像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对呀。尤其这个非常的有名，这就叫做 London Eye。哦，的专业。对。哦，你看它上面有32个球球，有没有？一个一个，总共32个，代表伦敦不同的地方行政区域。哦，是有意义的。对，很特别。哎，要比真嘅唔可以查诶。卢芳看到有名嘅景点，中间看到的大笨钟啊，London Eye，跳前还有乜街嘛？对，还有很多，还有 London Bridge、Top London，还有St Paul 圣保罗大教堂都在那里。啊 ，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 你可以喊 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伦敦真的很神奇耶 ，We can see lots of famous attractions。好啊，那鲁迅哦，就都看到同有名的景点呢。对，像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 famous attraction？ 对，甚至我们现在站的桥就是泰晤士河上最老的桥 ，London Bridge。最老的桥哦。就是那首歌吗？对啊，那首歌其实是唱的是那首歌，那首歌叫 Tower Bridge。它才会打开关上。哎，没有，我们都是唱伦敦铁桥。其实应该唱 Tower Bridge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所以伦敦应该是塔桥，不是铁桥。对，铁桥在中部。对。那我们要帮他证明一下。对。Tower Bridge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其实泰晤士河也是 famous attraction， 对不对？对。哎，相信哦，懂你可能没来过泰晤士河，可是一定都听过。卢芳看到。有名的景点，夜景很漂亮吧？伦敦夜景很棒的。We can see lots of famous attractions。卢芳看到同多有名的景点，帮我拍张照片吧。没问题。